宵过了，啊，咱照咱的节期的这个时间点就是休困啦，休困。年假过了，大家要准备搁进入一个新的年，运这个工作运作的这个步调。当然学校工商业大家俩拢开始要进入一个新的这个时间点。当然这是咱伫咱的时间节期的历程顶面的一个休假假期。但是实际上，伫咱的人生，就敢若亲像共款，这个旅游假期的这个时间点，咱的人生嘛，敢若是一个长，真长的这个一世人的这个年假甲旅程的这个过程。伫咱节期的这个安排的休假甲旅程，咱是用咱的经验，咱的经验，咱的这个累积的这个经济能力，咱去计划啦。所以咱有计划真侪旅游，伫咱的假期的中间，要休困，要创这种种咱毋是咱例行的工作以外的代志。但是伫咱的人生的历程的这个旅游呢，都毋是遐尼简单，敢若靠咱的累积起来财富，还是讲咱的学历，咱的这个生活的经验，咱就有法度来计划咱的人生的旅程。虽然咱想要休假要旅程，伫咱的人生的过程中间，但是实际上咱拄着的课题就是这是上主要的。咱要想要靠什么款的方式来找到一个好的旅程，咱的计划咱的人生的旅程的事，这是咱一世人可能拢咧挑找的一个课题啦。所以咱要过了真安稳的人生旅程，要靠什么款的方式？是靠咱家己呢？或者是靠咱所累积起来种种社会地位、经济能力，或者是讲咱的家产，也是讲咱的人情这个家庭的关系，一项一项咱会使排出来时，咱发现这拢是无够严。所以真侪时阵，咱就发现讲，咱就会去找，其他方式，都毋是用咱的经验法则，咱有法度掌握的这个种种的代志。所以真侪时阵，咱就会去找超越咱这个限制，就是讲咱看会到这个事物以外的方式。所以宗教信仰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宗教信仰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因为咱无法度直接看会到的，但是咱佫感觉讲，敢若会使帮忙咱，所以大家拢咧找啦。所以伫淡水街咱会通看到，咱的厝边头尾伊嘛咧找。所以真侪时阵，就伫即个过程中间，咱会发现讲真趣味因找无一定看起来伫人的即个标准来看，因找敢若亲像无一定会输咱啦。讲闹热嘛，比咱较闹热。讲庙会办的活动，即个经费的开费嘛，比咱较侪。所以有真侪时阵，咱会静静来想的是，会面对即个课题，到底我要找啥？通来引带我行我人生的旅程，会行了真安稳自在。这就是你甲我的课题。咱一世人的课题，拢伫即种，敢若亲像无确定一个遥异的过程中间，咧行你甲我的人生旅程。这若较简单来讲，就是我家己的例啦。我36年前，我真爱讲这个故事，是因为讲别人较无好势啦，讲我家己吼。我看到无顺。这上帝要安排所以我就甲伊交往，然后就甲伊结婚嘛。伫正人甲上帝面前就讲，我愿意。但是这个选择的过程中间，36年中间，每一天拢是咧确定讲，到底我娶着某还是娶毋着某我意思是讲，咱就是遐超找咧确定，到底这个信仰是毋是我所爱？因为咱看其他的宗教信仰，伫咱的四周围所展现出来，因的选择，咱感觉讲因敢若亲像选了毋是真正确，咱的较正确，还是讲咱的才是正确，袂使用比较式吼。刘兄弟，咱的人生旅程，到底咱要对啥人来行？咱要安怎来行这条真搁活的道路，通引带你的人生道路，行咱所望去的。咱所望要去的，
咱家己的旅程，咱都要安排嘛，啊，着先去计划啊。啊，看遮个什物款的广告宣传，啊是讲网络拢会通看，咱着家计划落去。啊，无着请即个咱的少年的较会晓计划，着去创。啊是讲旅行社，咱着去了转来当然嘛讲去即个开即个钱，敢若无啥价值。咱会比较，咱会分辨，然后无明年就莫去遐，莫找即间。啊是讲你顶间拢甲我创迄计划拢无真好势。意思讲，咱着通做自主性的决定，迄个感觉咱较咱较通控制。人生的生命的旅程，请你甲我讲，咱有法度安尼做。所以，即个就是你甲我所面对一个足大的课题，嘛是咱的限制。然后这，咱是毋是较有面对即个课题？就是讲，牧师有影是，若要选择人生生命的道路，即种的决定。无遐尼简单啦！就算你信主耶稣，行即条道路，你感觉有简单无？你感觉有简单？这就是咱每一礼拜主日吼，为这个脚行起来吼，这个楼梯行起来，听起来你就敢若亲像上行的诗，咱有迄个像诗篇的诗人，因咧写上行的诗来吟诗学了，讲我要来调起真活上帝。因带我人生道路的真活上帝，所以咱的教会安尼设计有伊用意吼。虽然对咱的时代可能无讲真方便，但是迄个迄个旧约的迄个圣殿的上行的诗，迄个诗篇内底咧讲的，也都是咧讲这。咱要来吟诗一路行去，要来调见主耶稣。咱伫即个时代，迄是耶和华上帝。然后这都是你甲我咱的课题，所以每一个主日。对我来讲，拢是一个新个活的课题，也就是我要确信我是毋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条人生生命旅程的道路是毋是正确？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作者真趣味，伊真爱甲耶稣伫世上的这个伊所要宣扬的事工的历程，当作敢若亲像一个人生的旅程，也就是一个你甲我的写照。什么款的写照？就是对伊所出世的所在，然后伊所忠诚的所在，咱路加福音较头前读，耶稣转去到拿撒勒伊的故乡，伫遐咧宣讲，讲到上帝要讨放人、拯救人的这个信息，然后开始伊的这个福音事工。伊的福音事工是啥？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进行行去遐，毋是咧做王。咱就知影，行去遐就是要去面对各个他十字架，顶十字架的道路。第四，伊伫世上的人世间的即个所要做的即个人的伊即个代志吼，真趣味吼。所以用死来做完成，伫伊地上的工作，带你甲我行。今仔日你甲我咱缀耶稣咧行即条人生旅程的道路，就亲像敢若咧一个方向咧行，咱是要胜过我上帝国，会通享受永远活的国度。但是耶稣是带你甲我行，是要去各个他，爱去先去面对的，一个真重要的课题啦。当然，伫即个过程中间，咱会通看见即个路加福音咧写着讲耶稣出来传道嘛，所以伊的名声愈来愈广传去，真侪人就开始会传。报即个代志讲，有一个人叫耶稣，伊咧做甲人无共的代志，所以伊的名声就开始传出去的是，吸引真侪人想要来缀伊找，大家拢要找嘛吼，所以要来找，讲是毋是伊会通互我有一个倚靠，还是讲指引？所以耶稣的名声出来了，就今仔日的圣经啊，看见讲，大家要来找耶稣，就是期待伫两个足主要。肉体甲心灵，就是讲咱所无法度掌握到的主要的两课题，就是看会到是肉体上主要，就是你的身体健康甲无健康啦。简单讲是安尼。咱感觉讲钱赚搁有嘛，就有啊嘛，但是身体健康就无一定是钱赚通解决的，找医生嘛无一定通解决。所以咱对咱的人生生命的肉体的健康是足在意。当然讲起来在意是有影啦吼，但是
无在意嘛是无影，嘛是有影，就是咱的生活对咱家己的肉体的健康的照顾，是毋是真用心，嘛无一定啦。像我家己就是安尼吼，心灵就是看袂到的，感情啦、心思意念啦，暗时无好困啦，即种的咱看袂到。咱嘛是要望找到会通帮助你甲我，即两项，互你会通上直接。安稳自在，伫你的人生路程，拢会通过了真踏实、真确实的。所以啥人会通互你？迄个就上重要。有拜就有保庇，有拜有保庇的上好，上正的上好。所以咱的厝边头尾，其实对因来讲，你嘛袂使讲因，敢若亲像头壳空空落去拜拜。一定有某种的成甲无成，伫即两项顶面，互因有感觉到，所以因才有要想要搁继续开时间啦，开金钱伫即个代志顶面。所以伫即个即两项的即个课题顶面，群众对耶稣的期待，嘛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期待啦。咱嘛足期待讲身体健康嘛，心灵得到安慰，是无？那有敢无影？大家讲无影，牧师你免甲我讲这，我无在意这，咱嘛是真在意。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即个战术顶面，大家拢咧操作的是无啥物款的差别啦。过来就是大家拢望讲会通伫耶稣顶面得到即种的灵命的感应嘛。我头仔讲迄个有啥甲无啥吼，即全世界的信徒拢共款咧讲即项代志啦，是迄个战术无同呀。甲议题无共啦，成甲无成，迄是足直接的，就是中文叫做灵验不灵验嘛，有成甲无成，这咱中文讲了真趣味吼。我拜你，我对你，你知影互我有感觉，有直接的体验到，看会到上好。所以咱的宗教信仰的厝边头尾，因所展现的，就是伫即个顶面表现甲足足用心的。夜老这就是一个项。当机的展现的表现，搁另外一项。所以伫迄个香火的即个兴旺的过程，嘛是搁一项。这就是因会通互因的信徒会通感受到迄个成甲无成。这是咱台湾社会最直接的事，当然其他的社会嘛拢会通看会到啦。所以伫咱的教会受影响的，就是即部分嘛是足大的一个影响。即间教会信徒多甲少，唱歌有力甲无力。这嘛常常是一个有成甲无成的即个标准嘛。教会起了大间无大间，嘛是一种。这拢甲外口来讲无啥物款差别。所以群众想要对耶稣的信心来得到开达。你们晓得，咱今仔日是因为无法度直接像耶稣的时代，耶稣伫咱中间，所以咱坐伫遮，无迄个感觉讲。你今仔日换王牧师，伊也毋是耶稣，所以大家免来抢来到我摸我的身躯，拢毋免啦。我无啥物款的耶稣即种的能力，所以无迄个成甲无成的问题。是讲道讲了，你感觉讲听了真顺耳，甲无顺耳啦？顺。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群众想要对耶稣信心来得到即个开达。你晓得，这就是咱人生生命每一工咧拄。要超找迄个人生路程，引带你甲我的一种的表现方式，甲心态。佫较要紧，因佫较期待耶稣会通讲甚物款，报甚物款的好消息。除了这以外，你会通佫甲我讲，佫来去创啥？只引一条新佫活的道路啦吼，讲较简单些。上好是敢若像股票安尼。你甲报倒一个名牌倒一个股票买了会通趁钱安尼，好亲就是安尼。期待耶稣讲好消息，报好消息，报好消息。所以耶稣就甲因祝福啊，所以圣经煞来讲咧祝福但是为什么即个耶稣讲的祝福是，毋是咱常态所想的？毋是咱常态所想的。会用怨恨、拒绝、累骂、气杀，是歹。咱开始想着讲，哇，
这本来是应该是我所爱去想的，就是讲哇，上好是安尼嘛，赚大钱啊，子孙兴旺啊，这个事业啊兴通啊，身体健康百年，上好是安尼。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咱会想着讲，毋是干那耶稣讲安尼尔咧，佫较要紧讲，你爱欢喜着跳，安尼食饱修行，食饱修行的耶稣。我本来是要听好消息，照我心意上好，对应着，听了真爽快，安尼才是最爱。今仔日你甲我坐伫即个所在，啊，我无事徛伫这，我都爱讲互大家听了了真爽快，等于才会感觉讲哇，赞！我信耶稣，这个基督教信仰对我来讲真有帮助，事事兴通，诸恩满满，平安喜乐，这你甲我拢是爱。但是为什么耶稣今仔日所讲的，伫迄个时阵讲的，甲即马共款，咱会读圣经，拢讲共款，才会，互咱感觉真奇怪。佮甚至佮咧叫咱来面对这个课题，这个矛盾的内容的课题，佮爱欢喜着跳，欢喜着跳。所以耶稣到底是咧讲好消息，还是歹消息？你明晓这？耶稣咧讲好消息，还是咧讲歹消息？所以咱爱常常爱真诚实去面对。今仔日你坐伫遮，圣经变开，读的是耶稣讲即种的所谓咱期待的好消息，袂咱的歹消息啦，讲起来是歹消息，毋是我的意嘛，是违背常理的啊。咱讲的足奇怪。当然，咱的教会常常会讲啊，上帝讲的吼是超越咱所会通理解，无啦，上帝讲拢是你甲我足现实的问题。就是要互你甲我去真实去面对你甲我的课题嘛。这个信仰才是上踏实的、上意义的嘛。你若要讲三赞天的吼，免讲，迄无意思。信仰若是咧讲三赞天的，甲你拢无啥物关系。你信这个信仰要创啊？所以耶稣咧讲这个课题是到底甲你甲我有啥款的这个重要性？伊咧铺有巴足。互人学到拢是有知的，有知。耶稣讲出一个真要紧的课题，就是你甲我，咱每一天通过这个信仰旅程的这个计划书，要甲你带这条路的计划书，要互你体切的是啥？这两项，你确实爱信的信仰，甲你实际面对的人生课题。每一天，咱拢咧挑战，就是自我挑战课题伫遮。咱拢知影讲好啦，耶稣就教你教我，就是爱教啥？毋是干那平安喜乐啦，更加要紧是要安怎得到平安喜乐嘛？就是我靠主上帝。咱的富有的来源，毋是你甲我的教嘛，嘛毋是你甲我食饱就好，迄肉体的需要，更加要紧是。上帝话会通养饲你甲我啦，等等这个代志，迄是应该咱爱去了解，迄个平安喜乐主要的来源是为遮，就是你甲我的心思意念，爱真应该爱真清楚知影，要行这条人生的道路的地图甲指引，就是对主耶稣的教示，然后应该爱去操练，照这种的教示来伫我的生活。行照步行，就有得到平安喜乐，对吧？但是实际人生的生活就毋是安尼嘛，因为咱看爱咱看的嘛，四周围遮的种种所展现出来的事实，就无一定是会通照你马上会通照你的心意，所以有真侪考验伫即个过程中间，伫咧实践的生活中间。咱就真紧就会走进去啦，就是会去看教育的方式嘛。所以为什么教会伫即个发展的过程中间，福音事工的发展过程中间，哪会去追求迄种干那强调要人数多，啊教会大间的即种福音事工的标准？这就是实验。即卖教会有真侪是咧行即种路线是。
当然，伊会对因讲，这就是咧讲上帝的信息。但是伫这过程中间，咱有去检讨无？咱倚靠的是啥物？是上帝的话嘛？咱倚靠是耶稣基督的教示啊。所以伫咧甲我的生活中间，每一工足有的生活，嘛是拢咧面对共款即个课题。耶稣就是咧甲你提醒这足简单的一个教示，但是足困难执行。所以你甲我咧处理家庭的代志，我甲太太咧讲话，我应该爱尊重伊，伊嘛是一个存在个体。但是实践的过程中间咧，我嘛是照我家己是一个查甫人，因为我受到社会标准、社会传统、社会种种的影响的时，我实践的顶面，我就会开始想到啥，安尼我敢爱让伊？无让伊，让伊我无民主嘛，让伊呢，应该是照上帝较是好，啊我无让伊，甲无让伊，实践的过程。即个牛大车送的啊，你的心中送的啊，你家己会赢尔嘛，你家己会输尔嘛。但是呢，咱常常就把即个责任挂伫对方去，拢嘛是，是毋是？所以自创世纪开始，即个应人甲世人生命的即个过程中间，咱拢不时不断地咧面对即个课题。今仔日你甲我咧行人生的道路，咱拢是咧面对即个课题。耶稣就是甲即个课题真简单。伫你甲我的生命中间，每一工，互你家己，甲我咯，包括我，爱真诚实去面对这个课题。无啥物款的特别的困难的这个课题，但是是一个真困难操练，一个真简单的两句话的一条线，你要搬过来，会通是每一个脚步，每一个心思意念，会通应然照上帝的教示去行。但是咱常常伫这实在、实践，就是实在生活中间的困境中间，无法度来搬过这条线，会较赢现实的社会生活，较赢一切。所以伫这个确信家己的不足，主要上帝重要，也所用这个对比，互你甲我伫人生的生涯每一工，都爱真诚实去面对。这毋免犹豫。当然，我头仔讲的嘛，自然会挑战你，就是这个所在。敢有影是安尼？上帝敢有影是爱我安尼行？啊，但是即马看起来毋是安尼，我敢若是输面，啊是讲这代志就是安尼，就是规个拢规旁拢了去。照你的经验，照你的即个过去的训练，真侪时阵咱拢会伫即个过程，就是用实践来判断应验。就是上帝教示，这就你甲我咱来面对。所以，什么人是愚公的，什么人是巧？伫这个过程中间，咱拢常常会去看现应验的，才是巧。照上帝教示，常常会是讲的，因为上帝的时甲伊的计划，无一定是照咱的心思意念的去计划的时，伫迄个变迁的过程中间。咱拢会往往会互自然现主时即个生活标准来影响到你甲我的人生道路。每一工，迄变迁是真紧的，咱的心思意念是变迁真紧的。咱要哪掠着上帝应允，这是真困难的课题。但是困难无代表是无法度执行啦。我常常咧甲学生鼓励，就是讲，毋是讲一大堆的困难点伫遐甲老师讲，即个无法度做。较要紧是讲，我愿意试，我愿意尽我可能会通去尽的，我来尽来操练。咱人生的生命的信用，帮助你甲我行即条人生道路的重点，也是即个所在。咱迄个确实是人会改变。迄个无限的可能性，上帝互你甲我的迄种可能性，来不断的调整自我，了解到即个应该爱了解，然后确信即个应该确信的，即个信仰生命基础，来去引带你甲我行人生的道路。另外听说，这就是确信无该无期啦，面对人生的回应。所以基督徒毋捌咧讲多想。
多像任何的即个人生的即个困境，所爱去面对挑战，甲人性的即个软弱。基督徒毋捌咧讲，咱人是受苦的，拢是超人，拢是袂犯错的。基督信仰颠倒是真自然，甲你提醒，甲你教导，你甲我是有限，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咱就爱面对咱家己的软弱甲有限，然后确信上帝会带你甲我行人生生命。所以这两项爱伫人生的操练顶悬这个课题，咱来不断来甲伊结合做伙。但是一个无简单的课题，无简单课题。所以耶稣互你甲我通过今仔日的教导，带你甲我来诚实面对咱家己问题，咱每一人爱去面对问题。所以亚利比先知所提醒的圣经的道理。教是一个提醒，但是这个提醒毋是一个口号，嘛毋是一个提出来伫困境中间，还是讲咧学习的过程中间的一个标语尔。迄是一个生命的结合，是一个生命的操练，生命的提醒。所以咱人生路程咧继续行的时，耶稣咧行伊的人生路站，伊爱去面对各他十字架。伊到克西马尼祈祷，即个杯是毋是会使卖啉啦？吼，捧即个杯，吼，捧即个杯真歹捧，真艰苦啦。你影这，咱做基督徒捧即个杯，捧即个基督徒身份的杯，有遐尼好捧无？啊，你要哪捧了真舒适，当然你甲我行了有意义的。这个杯你要甲啉落去，寿星餐啉迄个杯真紧啦，噗一落去，饼塌落落去。人生生命的杯是真歹捧，但是是有意义的。咱毋知有对咱家己的信仰的选择有犹豫过无？无要紧，你有犹豫，迄是人性的问题。但是更较要紧，爱面对咱的人生。耶稣基督替咱行出一条新可活的道路。咱既然缀伊行这条路，咱就踏实来跟对主耶稣。望主的话帮助你甲我，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拢提醒你甲我，伫咧应该确信的信仰的挑战的过程中间，受到自然环境的挑战过程中间，决定袂失落去咱对上帝的信心。圣神保惠师的提醒，咱无甲伊拍落去，继续会通火热你甲我的心志，来行这条人生生命咱所选择的永远活道路的这个信仰选择。主的话帮助你甲我，互咱所做一切，拢通真正亲像栽伫溪边的树，一直亨通，一直亨通。咱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伫生命中会通认捌主耶稣，但是伫大环境甲阮家己个人的生活的即个习惯性，阮常常有互受到束缚影响，致使到阮心神无定。愿主你通过圣神保惠师不断的激励我、提醒我，也通过兄这做伙伫福音事工甲一个跑走天路的过程，手牵手、心连心的互相鼓励，互我会通不断来确信上帝话上帝教示，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指引，是阮唯一的活路，通行了真踏实，行了真坚定，互阮所做一切，会通真正伫阮的生命中不断来体会到一尽亨通，事事得到主属天的祝福，这种的快乐生活。我来祈祷拢是靠主圣尊名求，阿门。